这个和这个，这个叔公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丰永泰祠堂呢，它就包括说有3亿的这个客家人都会葬在这里，包括了丰顺、永定跟大埔客家人。其实写就是要写名字，还有什么后人的名字要写。那今天跟爸爸一起来这里拜祭曾祖父呢，我们就带了一些很传统的客家的糕点，有一些清桂啊，然后还有妈妈早上特地炒的这个蒜盘子，然后我们也带了衣香，就是一般我不晓得在台湾那边是怎样，但是我们在这里祭祖的时候都会准备衣香跟金银子，然后就是烧给祖辈，就1年1次，让他们换上新装，然后里面那个衣香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一些物件吧，就是烧给他们，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拜祭啦，我们已经算是很简化了。那我的曾祖父呢，是从大埔来的。他早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跟同乡下南洋来到这里，然后很不幸的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客死异乡。那么当时候他们的这个同乡就很好的，他们会把他们的同乡葬在一个地区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客属公会这样子的性质。然后这些同乡呢，当他们回去家乡的时候，会告诉他们的后人说，哦，你的亲人就葬在这里。那他们的后辈呢，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找回他们的祖先。所以我的曾祖父还有我的叔公，他的同乡，当时候就被安顿在这里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，已经是翻新过后了。大概在1993年左右呢，他们就翻新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整个骨灰塔已经不一样了。以前他们是早期是墓碑的，后来他们实金了，就把它安顿在这个骨灰塔里面。然后我这一代呢，其实是第4代，我的祖父我们叫达达，我的阿达呢也是在很年轻他就下来南洋了，他其实是3代单传。然后他一直在南洋这边呢，就当时的客家人很多是在当店啊，在药材店啊工作。我的达达呢，因为他有读书有识字，所以在那个年代呢，他可以就在当店呢可以当掌柜。然后我的达达在晚年年轻的时候，他也很活跃在那个客家工会。其实他很思念家乡，可是他从应该是10几20岁来回去娶了我婆婆1次，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。所以他晚年其实很思念家乡，但是到他走之前，他都没有机会再回去家乡。